隨着台南跨年熱潮一波一波，其中位於善華南科讚美酒店嘛宣布第3檔的跨年歌控宴會再次登場。該活動延續前2檔破萬人潮的人氣聲勢，今年除了宴會規模加碼到402秒，活動內容結合賽車的主題更豐富多元，嘛互飯店的限定大房3天內就賣甲空。讓每個就是來到這邊跨年的人都能夠更知道善化這個地方，然後帶起善化的一個觀光經濟。那我們這次也特別準備了402秒的就是跨年煙火秀。那現場呢也有非常多的就是免費市集的參加活動，然後還有就是高空 DJ 酒吧，以及我們的就是只盼包場的酒吧等等的活動。為了向大家報告這項好消息，副議長林志典、善化區長譚乃成等貴賓配合嘛特別出席記者會為活動讚聲，肯定飯店的用心經營。台南的中部地區啊，這個區域裡面哈，就是唯一一家哈有在放這個煙火秀的旅社場地，而且他們每年的設計規劃都非常好，這周邊的田地的道路都有給他做相當好的規劃啊，避免塞車啊。他每年像去年就將近25000人在他這個會場。跨年活動12月31號下晡4點在後園園區都免費的市集，一直延續到跨年倒數，邀請曾經唔捌來過的民眾一定要來感受南科指標性的觀光景點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